伫这个月初4月初3，花莲大地动了后，是有真侪建筑物拢有受到损害。花莲县政府是表示，也毋过有真侪拢亲像即间富凯饭店共款，拢是无通报灾害，拢无通报灾损，所以嘛，因为安尼生，政府就无派人去检查，所以就无打红单也是黄单。也毋过为着要抓出这乌数，目前花莲县政府已经重新启动建筑物的紧急评估。地震发生较无1分钟，规栋建筑物开始由搁清土粉出来，本来挂伫真悬的看板规个落来。这是花莲市中山路154号整修中的富凯大饭店，伫透早连续2届规模6个地震了后，2卡车12度。因为富凯甲4月初3倒去的天龙星大楼离400公尺，外界想讲是有打红单的建筑物伫进行施工，结果县政府一个清查，竟然无伫红黄单的名单内。这栋没有被通报为要去做紧急评估，所以目前它没有被贴单。除了富凯大饭店无通报，花莲市中正路的上艺大殿1楼已经为封锁线，因为外壁的泰路落落来。另外，化工街42巷1至5号这栋30年七层楼悬的至尊门地1楼的涂骹有一个大壁棚，壁嘛已经破去，都跑出来，晚上都不敢睡啊，都不敢睡啊。嘿，可是也是在屋子里。4月初3强的地震已经严重车去塌落去的北平街早餐店，虽然已经拆除完成，敢若剩一户民家，不过隔壁的民家嘛未欠咧地震尾，伫下晡1点外，外壁倒去，红砖啊落规涂骹，好佳在住户早就搬走，无人伤亡。你们这个有被贴红黄单吗？没有，也没有。没有啊，那时候本来墙是好的哦。对啊，墙是这个砖墙是没有倒了。它是有裂开，还有水泥那些都裂掉。花莲县政府应该要扛起这样子的责任，来主动出击，来主动来去深入来调查。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，到22已经有黄单、红单各57件，有一寡无主动通报县政府紧急勘验的厝主，可能是无了解厝的结构。在受损建物愈来愈多的情况下，结构技术就建议，地震了后主体内若做出现牛条裂缝，简直像拍车啊壁棚顶，就会当通报。这一次的中型地震，它给予我们百姓做一个示警。它也是建筑，它也在求救说，我体质不好哦，我已经有问题了。县政府讲，因应新的灾情，民众若是有需要，拢会当过通报紧急评估，会依照通报顺序为地顶安排复评。民众若是希望家己拆除，每一栋建物会当补助30万的拆除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